在优美声的笔底演奏下，第4届原住民族语文学奖揭开了序幕。其中评为语言的八仔语也获得新诗文学奖，希望在推动语言下也能恢复证明，呼吁族人勇于站出来。各位的意思现在有想恢复你们八仔的？想啊，我从来就不说我从来就说我是八仔族啊。我没有说我是汉人呢，从小就知道我是八仔族啊。八仔族现在我们都是在开始复振的阶段嘛。那我这个内容就是在呼吁我们族人要有凝聚力要勇敢的走出来。这次纪录评选阶段具有103件，最后优选作品有阿美、泰雅、台湾、布农、卢凯、州、太鲁阁、萨基拉雅、雅美语及八仔语等，具有34件，共13族群。16种不同语言别文章，新诗14件，散文13件，翻译文学2件，短篇小说5件。获奖最年轻22岁的嘎造，以新诗表达对父亲的思念，教学丰富的出生境，把儿童经典故事《小木偶奇遇记》翻译成马兰阿美语，希望大家一起努力传承族语。这首诗是写给我就是故事的父亲，然后内容主要就是对他的思念，其实也从中获得一些安慰这样子。我们来自这个地方，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自己的默默的在努力，自己的语言自己做，我们一起台湾的原住民一起为我们的语言共同创造未来。通过族语文学的竞赛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利用原住民族语书写系统，提升族语文学的运用，让更多的原住民族文学被记录下来。记者赶在花莲受风采访报道。